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，耶利米书第6章20节到30节，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拒绝。福音会当踏出去犹太以外的所在，搬过亚洲、欧洲的界线，传到伫欧洲。这拢是因为保罗的宣教使命。会通看的时阵，就是保罗伊所面对的，拢是外邦人。这人拢是敬拜偶像的族群，特别是咱咧讲即种道神敬拜的遮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伊需要对扫罗原本所使用即个犹太名，改使用伊另外一个希腊的名叫做保罗，因为伊的宣教的需要，伊咧面对即群的罗马人。照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，保罗的宣教起初拢受到济的欢迎，但是因为后来所传的真理，甲当地即种原始的宗教有抵触，就遭受到排斥、拒绝，甚至有几若摆伊就拄着有性命的危险。咱台湾基督长教会的台湾宣教150几年中间，福音拄进入伫台湾的时阵，也会遭遇到拒绝。宣教师甚至咱讲早期遮的台湾的牧者，拢会遭受到人身的攻击。亲像马偕牧师伫三峡传福音的时阵，也有人捌摕一块大地石头，伊的头壳甲弹过。牧师也讲，李水清传教师伫牧会的中间，也时常拄着人的踢笑，甚至去互人判死。传统的宗教拒绝福音，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。但是对于传福音的人来讲，因就可能遭受到安全的困难，遐拒绝的人就会失去上帝的保守。这个保守是对天顶来的福分。但是事实上，毋干那是外邦人，咱讲未信者，因会拒绝福音。那照着圣经的记载，就连着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，因也会去投靠偶像崇拜来离开上帝，因拒绝着上帝的救恩，因甚至将这个偶像崇拜的文化转化来影响对上帝的敬拜甲献祭。咱看今仔日的圣经耶利米书先知安尼讲：因献予我示巴的乳香，带予我远远来的香料，我无稀罕。我无接受因的烧化祭，也无欢喜因的精生，因为安尼我要互这的人绊倒，爸仔囝拢要死去。厝边的亲友也要灭绝。上帝无欢喜一些人错误的行为，因为安尼伊就拒绝因的献祭。亲像弥迦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的经文，先知弥迦所讲的：我应该爱带什么礼物来见上帝呢？我应该怎样来敬拜天顶的上帝呢？我带上好的牛仔囝做烧化祭献予伊吗？上帝欢喜我献正清的这个羊公吗？也是上万
条的河流的即个橄榄油吗？伊会欢喜我献上大囝来替我赎罪吗？无。上帝已经指示咱啥物货是好，伊要求的是，着爱行公义，用不变的听，谦卑甲咱的上帝来同行。上帝旨意的并毋是以色列人，或者是咱咧讲基督徒会当献什么物件互伊。上帝旨意的是人的心意。亲像大笔的悔罪诗篇51篇16节到17节所讲的。大笔讲：你无欢喜终生的罪，若无我就要献。你无爱烧化罪，上帝啊，我献的罪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。你袂为拒绝。坦白讲，上帝所拒绝的，是遐个拒绝上帝救恩的心；上帝所欢喜的，是迄个痛心认罪、诚心悔改的心志。历代的以色列人面对上帝仆人先知的话，却是变成做心内真公义、无情的拒绝。因的公义，事实上比外邦的非选民，也是咱咧讲的非基督徒，搁较严重。甚至耶稣基督就捌讲过，迄个外邦之城推罗甲西顿，罪恶之城索多玛得救的机会，拢要比遐个心内公义的以色列人搁较悬。到底什么人拒绝什么人？是上帝拒绝人呢，还是人拒绝上帝呢？根据救恩论来看，上帝是无拒绝人的。咱用约拿书来做例。迄个外邦罪恶之城尼尼微，全城的人因为愿意诚心来悔改，因就得到上帝的赦免甲救恩。因为咱明白上帝的救恩是要互所有的人的，是要互所有相信的人的，除非因家己拒绝。耶稣基督捌安尼讲着疼对得，伊讲：安尼恁才会通做天父的儿女，因为天父互日头照好人，也相款照歹人，降雨互行好的，嘛互行歹的。上帝无有拒绝人，搁较是望遐个毋捌伊的人会通得到救恩。耶稣基督搁较进一步来说明，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破病的人就是遐个遥袂认捌上帝的人。咱看到保罗第二摆宣告旅程中间，伊经过了这个暗非波里、阿波罗尼亚，来到伫帖撒罗尼迦顶的所在，伫迄个犹太会堂。连续3个安息日，甲人辩论圣经中间的真理。保罗大胆证明耶稣基督受害、对死搁活的代志。当这时也有侪人信基督。圣经甲咱讲：我对恁传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第4节讲，其中有一寡人信啊。诚做保罗甲西拉的同道，有一寡敬拜上帝的希腊人甲弗鲁界的领袖嘛相信啊，但是因却共款拄着当地的犹太人的嫉妒，因遮的人调集着城市内这遮的罗马，
来甲因招做规群伫城内底带领，来引起暴动。使徒行传17章第5节到第9节也记载因的动乱，并且因走入去伫耶稣的厝里要找麻烦，但是呢，因找袂到保罗甲西拉，就将耶稣拖去见这个地方的官，并且乌白来甲因控告。因讲，这般扰乱天下的人，即马来到伫本城，耶稣竟然来收留因，因违反皇帝的命令，就是另外有一个王叫做耶稣。因为这犹太人的私心嫉妒保罗的工作的成果，因直接拒绝上帝的救恩。那呢，基督徒呢？无论咱信主偌久，咱是毋是愿意全然接受主的救恩呢？或者是咱会找侪种的理由来拒绝主呢？因为咱的骄傲，因为咱的坚持家己的想法，因为咱无法度甲人有好的沟通。遐犹太人攻击保罗甲西拉，并毋是任何的理由，只不过是因为因看袂过的嫉妒。就好那亲像当初时的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祭司对耶稣的态度同款，因完全拒绝救恩，因为因拒绝上帝的仆人。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啊，我倚靠你，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笑，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，透放我，求你按耳孔听我，救我，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，互我通时常踮遐。你已经决定要救我，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堡垒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仰望。对我少年的时，你一直是我的倚靠。我对歹年就受你扶持，互我出老母的腹肚。是你，我要不时称赞你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愿意热心追求甲上帝同行，领受上帝的救恩，互阮无拒绝上帝，并且伫经历困境的中间，会通有上帝成做阮的避难所甲保护，救阮脱离迄个凶恶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